你嘅健康仲要等幾耐？發燒感冒有冇力落街排隊睇醫生？都市人生活節奏快，日忙夜忙，忙到根本冇時間睇醫生，只能夠將自己嘅健康擺喺第二位。成日都要開會，想睇中醫又唔知點揀。朋友推薦我試下醫路達，一站式嘅中醫平台，俾你足不出戶就可以睇中醫。問診過程清晰流暢，全程唔使把脈，透過舌象、面色同問診去斷症。醫路達特約配藥中心嚴選香港中醫製造商生產嘅藥材，所有濃縮顆粒同飲片都經過嚴格把關。特約配劑中心遵循衛生署中醫藥管理嘅規範建立，確保用戶可以安心享用有安全保障嘅中藥。醫路達中醫服務價格透明無憂，免費配送到全港9新界，處方病歷電子收據病假條同步送達。超過80%用戶首次問診後選擇成為醫路達嘅長期健康夥伴。即刻下載醫路達，體驗科技與傳統結合嘅健康新方式。